岁金表差事，请万岁两目一看。派我看来，哈？哎，三支金表一模一样，我看不出乃是真，乃是假。哎呀，天假啊！万岁！你快快依我看了，让我辩论真假前来。微臣良知。哎呀，启奏万岁，三支金表一模一样啊！启奏万岁，三支金表一模一样。好，众位卿家分不出真假么？好，如是，猜派台官人传旨下去，恨驸马呀，马上上天，不得为之啊！两字。万岁有旨，驸马上天见驾，不得为之。良知。宋客既是讲我名，为何尊言便安情？圣意见驾父王万岁！屠驸马，你父王，医生已经刚夜完毕，来到此为见天理来，而来拜堂弟呀！你呀，哈，都已经把人国门差故内，你可知晓？今天上过来一位秃鹰天啊！好，你向前与我看来吧。有了定个怪事么？好，阿姊呀，你用板来到了未年啊？你啊，快请几位离开此地啊！是，秃鹰，此人他来救公主，感到秃鹰天有金表为证啊，也有穷后以信呢。哎呀，万岁呀！父王，顺强，昨日深夜已经采了宫中体界，留得父王稳得明白，金表也念得清楚。医生，你当是突然间，此人非是他呀，放错了个金表，想要起诉用法。强对父王将他交出今天，免得文武百官耻笑于你呀！这，哼，已经嘛就闹出手法了。众卿家，你等可有什么良策可以辨认真假驸马呢？万岁，今日出见两介驸马，真假难分，不宜硬言，将他此人交代为神研判。此言你得审了分明就是。高营养什么？哎呀呀呀！万岁呀，千万不可搞不了个太历史研判，两位驸马当中，必定有位是真驸马。要是搞本太历史研判者，必须重刑啊！那是假驸马，他诉讼是李董啊。要是上了真驸马，该就不得了了。这，两个老丞相哦，讲嘅话来中一堂。启奏万岁，微臣有一计呀。哦，
既然如此，沈卿家准你走上来呀！那是救家之人，立天两面车，必天是武艺高强，非同一般呐！可以命他两人高床比武，那是有胜者。是为救公主的驸马，哈，有他送人高床比武么？哎呀，父王，那生意救了公主的性命，何时要比武？你又唔系真出水人啊？哎呀，万岁呀！众位大人所言，敬爱是真经敢比武啊！好，安尼好，送人堂子，明日王进高床，双方比武，将来听真假驸马戏吧。良知。启奏万岁！高床外有了一名自称屠英杰，哀见万岁。哈？为乜嘅又有第三位屠英杰啦？依其所言，救公主一经过，老两位总是一模一样啊！这请万岁裁决。既然如此，来，让我传第三位屠英杰马上进今天。良知，传旨啊！第三位屠英杰今天更加不得违令。聪明屠英杰，竟敢我做万岁！那未来的屠英杰，分明要作浪寡人，来呀！困不思后，小门，真的爱上，假改变成，怎了一家万有良人啊！永乐公主只有一位，三位驸马，哪一该黑真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万岁，何必如此认真？歹徒因何会杀了公主？万岁你可敌呀！哈，也是所谓何故要杀公主呢？女中必定有原因，究竟恶魔出在何处？望请万岁切莫强行。哎呀，万岁啊！此位刁民一派胡言，分明有意欺君。待万岁公子把他告本为臣，前来研判。哦，沈卿家，万岁！竟然看呢？太微神，满记记下。既然如此，把卿家以手问来呀！良知，此位宋氏里头公主披出山，人人何彩呀？真真假假，人人到底哪一个是真，哪一个是假呢？哼哼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啊？爱小公主披出四冠冲太，朝廷反而不加追究。万采今天所采，论起真假驸马来了，验证可笑啊！这，今日就继续讲下去呀。
万岁！众位太儿，公主皮卓喜爱上救，歹徒临时很无天呢。表叔连伤痕，内中必定有指4人，记录公主何素燕，强主钱财查分明。哦，亚位总司所讲可是真言，你就快快与我走了名片啦！万岁呀！爱叫姜蜡烛，因为该事情啊，小恩咯哎呀，真姜啊天啊！两位哦人啊，铁啦，黑把毛啊，真的那铁啦，来不那人啊。万岁哟，有个事啊，认真啊人啊，聪明咯，做啊对啦，做真啊人啊。万岁哟，将啊你呀，是皮郎啊，做漂亮啊人啊，变真啊情啊。你敢说的是真呐？万岁，若是捉他唔到，我甘愿输吹。好，这2人已经在高床比武，你能得将他收着，在此ที่今天，寡人我让你重重有赏啊！遵命呢？无事，将他带下手书宝马侍候去吧。遵命。快了，快了啊！哦，启奏万岁，方才升旗宝马壮士，将驸马扣上马背，走出高床离去啊！好，犯了，真是犯了。万岁，请你放心，为神早有准备，赶快快马杀箭。且慢，万岁，不可杀箭啊！且慢呐，且慢呐！哎呀，万岁呀！马宋之人真是托人客。啊！既然如此，不可将他手杀奸，太胆刁民啊！你呀，既知真真假假，究竟你是何人呐？万岁，逃走的2位，有一位就是托人客了。但你3人
到底是有什么瓜葛关联呢？突然间，是我家的表哥，撇来在马背之上，是我家先天有钱，我家里有田，实乃五品难中矣呀！请问谁杀错了？真是太大嘛哈！你那个刁民，顽讲五品南庄，扰乱王法，谋事求公，真正此罪难杀！哎呀，万岁呀！是胆太乱朝，欺君之罪，向万岁公子交代为神严判。天要供出，该两界歹徒莫其名相，非分勿辱，禁忌之罪呀！哎呀，万岁！不用你再多走啊！以保歉可以带回太理寺与他审问。神良知了。中武士将那个李玉婷与我拍下。
想唔到，你爱太险，玉田脾气，搞本太理寺审问啊！嗨，就老你讲哩，那去做驸马，你老来嘅阿姊完婚，两全其美，顺顺嘅事情唔去做，偏做三家检讨，唔离分散啊！啊，那么，你杀进太理寺，救回玉田？哈，表哥话，难道你哋嘅讲笑话系么？太理寺按多嘅兵马，就便宜老来两啥，可比容易富口啊！啊，难道眼看玉田佢哋嘅素颜么？当然，乃嘛地爱想办法啊！错了，乃老奉天顺从游客上，见了风景所采，乃去了分水体面啊！再次进宫，岂不是要刺头龙庙么？表哥，你爱想看哪里？乃那是五叶虎口，严德父子，见了奉天讲清楚，你老乃嘅关系。再讲，乃嘅阿姊老二顺从有意外，奉天一天会讲理的呀啊！好啦，既是如此，也只有两条路行咯。既然如此，两人准备飞冲进入。家。